首先，我哋需要啟動裝置，揾出喺設備側面圓形嘅呢一粒電源掣，長按呢個電源掣3秒就可以啟動裝置。我哋先放鬆後方同埋頂部頭帶，然後將頭帶式裝置由上而下佩戴喺頭部舒適嘅位置。裝置戴好咗之後，如果覺得鬆，可以咁樣向外拉緊呢2條分離式頭帶，令頭帶變緊。另外，亦都要留意頭髮，你可能要移開遮住額頭或者夾喺頭帶之間嘅頭髮。佩戴完之後，你可以再次雙手扶住裝置，上下左右咁調整一下，直至睇得清楚同佩戴舒適。操控方面，我哋主要使用右手控制器，移動控制器就可以指住 VR 世界嘅物件。食指按鈕係用嚟做選擇，咁作用就好似滑鼠嘅左鍵。如果需要返回上一個畫面或者退出，可以用拇指按 B 掣。如果 VR 畫面走咗位，可以長按呢一粒 Meta logo 掣，咁就可以令 VR 畫面返回中間，令自己望住正前方。Meta Quest 嘅操作就係咁簡單，準備好就一齊進入 VR 世界啦。咁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次見。